卑微转为尊贵，使伤心流泪转为笑颜。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。心中充满盼望，盼望使眼睛明亮。道路虽崎岖，你与我同行。心中充满盼望，盼望使信心刚强。信靠每一句应许，生命充满亮光，生命充满亮光。祝你是卑微转为尊贵，使伤心流泪转为笑颜。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。心中充满盼望，盼望使眼睛明亮。道路虽崎岖，你与我同行。心中充满盼望，盼望使信心刚强。信靠每一句应许，生命充满亮光。各位家人们平安。在开始共读前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的恩典怜悯，拣选我们成为神儿女，并能领受神话语，成为生命的亮光。求你此时赐我们渴慕的灵，专注的心，来领受神的话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要共读诗篇147篇。诗篇147篇的背景通常被认为是犹太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，重建耶路撒冷的时期。面对断垣残壁，他们不仅要重建城墙，更要重建对神的信靠。这首诗歌分成3段，每一段以呼吁人来赞美神做开始，之后再说出赞美的原因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1节到第6节。颂赞全能的上帝，要赞美上主，唱歌颂赞我们的上帝是多么美善，赞美他是多么愉快，多么合宜。上主重建耶路撒冷，他招聚流亡的以色列人归来，他医治忧伤的人，包扎他们的伤口。他制定了新存的数目，他一一替他们起名。我们的主伟大全能，他的智慧无法衡量。他提拔卑微的人，把邪恶的人击倒地上。这一段诗人呼吁要赞美上主，是因为神向耶路撒冷施恩。在第4节第5节说，因神全知全能，所以他能够重建耶路撒冷，招聚流亡的人，他能医治忧伤的人，一一为他们包扎伤口，所以我们要赞美上主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第2段7到11节。要唱歌感谢上主，要弹竖琴颂赞我们的上帝。他布云遮蔽高天，他降雨滋润大地，使草生长在山上。他把食物供给兽类，喂养啼叫的小乌鸦。他不喜欢高头骏马，他不中意勇猛的战士，但他喜爱敬畏他的人，喜欢信靠他慈爱的人。
在第二段要唱歌赞美上主，是因为他以恩惠治理百姓与大自然，他是供应的源头。神盖上云，降下雨，使草生长，野兽和不起眼的乌鸦，他都喂养它们。他的慈爱是我们可以信靠的，所以我们要赞美上主。第三段12节到20节，耶路撒冷啊，要颂赞上主；锡安啊，要赞美你的上帝。他使你的城门巩固，他赐福给你的儿女，他保卫你四境平安，他用上好的麦子喂饱你，他一向大地发出命令，他的话立刻传布，他降下羊毛似的白雪，他洒下灰尘似的薄霜，他抛下沙粒似的冰雹，他所吹来的冷风谁都抵挡不住，他一下令，冰雪都融化，他一使风刮起，水都流动，他把他的信息传给雅各，把他的教训和法律传给以色列。他对别的国家没有这样做，他们并不知道他的法律。要赞美上主。这一段诗人呼吁要赞美上主，因为他的保护与赐平安，因为他掌管大自然，更因为他独特的拣选。新眼光读经今天的主题是重建信仰生活。透过这篇诗篇，我整理了3个重建信仰生活的核心支柱。第一个，接纳破碎，神是医治的主。耶路撒冷曾被毁，但神重新建造。同样的，我们的信仰若崩塌，神也能够重新恢复。而重建信仰生活的第一步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，而是回到神面前，承认自己的破碎。很多人卡在我要自己变好，但是上帝说，让我来医治你。当我们的心被医治了，信仰才会重新站立。所以重建的第一步，不是假装一切都好，而是承认我们的破碎。感谢神，神重建我们的方式不是责备，而是医治。神也不是一位冷眼旁观的建筑师，而是一位带着怜悯的医治者，让他重新建造我们破碎的心。第二个，重建信仰生活的核心是调整眼光。在第7节到11节说，神不看马的力大，因为神的能力远超我们的有限。当人陷入困境，信仰崩塌时，很容易就觉得自己的问题太大，环境太难，或者觉得神好像没有在掌权。但这首诗篇要我们抬头看神的伟大。在第4、第5节中提到，神数点星宿，一一替他们起名。他的能力无限，智慧无穷。这提醒我们，那位掌管宇宙的神也在顾念我们的生命。那位数算星星的神也知道你的名字。当我们重新认识神的能力，调整眼光，从看自己转向看神，我们的信心就开始被重建。神不爱我们靠自己的能力，以为自己可以，以为只要更努力、更有资源就可以。神要我们能像断奶的婴儿，依偎在母亲怀里，不急不慌，得着平静安稳的信心，以敬畏、信靠、仰望他的慈爱，来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根基。所以
重建信仰的第二步就是把眼光转向神，从看问题转为看神，从无助转为信靠。当我们愿意再一次祷告，再一次敬拜，再一次读经，即使很微小，神都看为宝贵，因为那代表一颗重新对准他的心。第三个重建信仰生活的核心是领受话语。神的话语是重建的工具。重建信仰生活必须落实在听从神的话上面。在18节说，他一下令，冰雪都融化，水都流动。神的话是大有能力。当神的话重新进来，就像春天融化冰雪，生命开始流动，恢复生长。让我们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，领受他的话，使我们在生命的每个艰难中，信仰不崩塌。所以3个重建信仰生活的核心支柱就是：1. 接纳破碎； 2. 调整眼光； 3. 领受话语。结论：这篇诗篇以赞美开始，也以赞美结束。重建信仰生活并不需要等到一切都完美了才开始，重建是从现在就开始赞美。当你觉得自己破碎，记得神是医治者；当你觉得无力，记得神大有能力。他既然能点明星宿，就必能带领你的前途。当你觉得不配，记得神喜悦谦卑的人。放下对自我能力的依赖，转而敬畏那一发言就能够让雪融化的神。当你觉得干渴，记得神的话能恢复生命。回到与神的关系里，领受神信实的话语。愿我们都在神的手中被重新建造，让我们的信仰不只是恢复，更能比从前更加稳固，更加真实，成为荣耀神的生命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在生活中实际操练重建信仰生活。你可以向神承认你生命中一处感到破碎的地方。你可以花5分钟安静，专注于神的慈爱。你可以领受一句经文，作为你今天生活的门栓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当我的信仰破碎冷淡时，求你带我回到赞美，回到你面前，医治我里面隐藏的伤口，恢复我对你的信心，让我重新看见你的伟大，学会敬畏你，信靠你，帮助我建立稳定的属灵生活，使我的生命被你重新建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